这个我也可以，这个我喜欢。1、2、3。3分餐咯。За манай хавны хамшиг та бүхэнд би хоёр найзтайгаа Монголын Instagram-ийн алдартай бас олон танигдсан 7 залуучуудтай reaction video хийх гэж байгаа. Тэгээд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Are you ready, guys? 准备好了吗 I'm ready.？Ready? Ready. Let's go. 我们的第一个男生，他叫 Anguch， 他是看起来这样。哇哦，哇哦，帅吗？帅，这种，他是网红人，然后他是 fighter， 你知道 fighter？ 就是我听说他是，我知道发的，发一个是拳击手，就是那个拳击手，对，大概是对难怪那种人。然后你看，看他的 muscle，哦，好重啊！哦天哪！然后他也是当模特儿。哦，对，很多女生就追他。嗯，好，第一个男生是这个啊，怎么样，帅吗？还好吗？帅。 OK， 第二个啊，这个比较帅，对，我也喜欢这个。他的那种很挺哎。对啊，对，他应该是在那个日本读书的人，他是 YouTuber， 还有很多，就是你们知道 Blackpink 对吧？他的那个歌上面拍 reaction video， 跟我们一样，一起拍 reaction video 的一样。然后他是以前在蒙古的时候就是唱歌，因为现在在日本读书就对没有唱歌。网络上面的照片，我觉得他蛮好笑的。你看，他是他刚刚的人是，然后你知道这个人吗 ？Tap， 对吧？看起来很像，就是很好笑。然后你看很好笑吧？我说这个很可爱，对，然后一起拍，很像哎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二个男生，对，他叫三甲。好 ，OK， 我们第三个男生，这个我也可以，这个我喜欢。我有多好吃我的好，我喜欢穿素 T 的。哦，真的，哦，看起来比较那个正式的样子，而且是那种紧身的，sexy，OK。我觉得他有个缺点，他有穿衣服。我觉得他等一下没有缺点。他 OK，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那个没有穿衣服的样子。哦，没有尴尬的人生，他穿油头就是帅。尴尬的人生。然后他是年纪的话跟我一样吧，22岁了。这么年轻啊？对，然后他是那个每次去 gym 运动的人，健身房，然后网络上面也是当模特儿，IG 的那个网红人，这么把放大一点，可以，对，大一点，对，那就很帅不？很帅。对，这叫什么？帅。干。真的 OK， 会有这种感觉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三个人，他叫小勇，三勇，对，小勇，对，好，他蛮高的，180多吧，看得出来。好，第四个男生，这个是跳舞的人，dancer 怎么叫 ？dancer 中文舞者，OK， 他是舞者，也是蛮有名的 YouTuber， 还有就是女朋友哦，不是已经结婚了，对。我觉得那个帅哥的特征就是浓眉大眼，鼻子，对，五官深邃。好，然后他是这种，头发跟我们的颜色很像。我觉得他这样比较好看。这样比较好看。他这样好像周汤豪哦。对啊，他的头发就是飘起来比较好看。白色的。比较显白。对。好 ，OK。那我们是第四个人，他是叫 Jason。对，很有名的舞者。对 ，dancer。 OK， 下一个，第5个。这个我也喜欢。我发现男生都喜欢有错的。yummy 吗？yummy 对吗？合理。好，他是安琪热起来了。我喜欢那种抱青筋的，看他手哦。真的。那第一个照片。哦。是刚刚的男生。这种。他也是模特儿，然后也是那个
运动的人。他的那个衬衫真是快爆开了，take off。对对还有明星恋呢，对吗？明星恋。你知道那个吗？你知道那个吧 ？Ray 哦，应该不是。Rain，对，知道，很像吧，对吧？很像有点像，对吧？嗯你看看，对，三角肌耶，三角太形，帅了，太妖媚了。别流口水了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好，他叫 Aggie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下一个是这个。这个长得好像那个刘宇豪来自星星你的那个我知道那个叫什么？全智贤，不是？对，跟那一个那叫什么？他长得很像全智贤，台湾人吗不是那个是 ？Korea。那个 OK， 等一下找啊。金秀贤，对对，金秀贤，哦，很他长得像很像金秀贤，真的啊。超像。好，我知道他的这个鼻子最看挺照片就好。最挺人真的不是我的吗 ？OK， 坏坏。好，然后这样，刚刚的男生就是这样的，高这也高的，很高。算，他是拍也是那个 YouTube 的，跟他的女朋友一起拍 YouTube 的影片，然后 IG 上面蛮有名的，真的，他的女朋友也是蛮辣妹的样子，对，然后他们拍 Vlog 很久了，好像5年6年了，很久，那这个他叫 Demi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下一个人是这个，也是很帅的。OK， 他头发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就是有一个人的个人的就是 style， 对，风格特色了。好，我喜欢刚刚的那个刚刚的男生，该是，对，他有点太瘦了，他是这样，他如果这样他很像，我就他 OK，这样我 OK，哦，对，对啊，他这样我也 OK，啊，所以刚刚的头发有点长，对，哦 OK， 我觉得他拍的那个角度有点。对，就是让他的脸看起来有点大的样子。对，其实对其他的话，我觉得蛮不错。对，他是 dancer， 也是 dancer， 但是 dancer， 你知道 ballet 吧？对吧？芭蕾的 dancer。然后芭蕾哦，不是，讲错了，拉丁吗？讲错了 ，sorry。哦，他叫什么？他就是他那个 dance 的那个东西蛮特别的。一个东西就是很长的东西，钢管。OK， 中国的很大的一个 TV show 上面，他就是参赛者，对，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变成很有名了，很多女生就蛮喜欢他了。然后他的女朋友也是蒙古的很有名的模特儿 ，top model，对，蛮高的，对，他到现在，我天哪，就，他有女朋友，对，等一下给你们看看。然后这个他的头发歌手，就是比较 sweet 的样子吧，是吗？好，这样，刚刚的男生是这样，刚刚的男生叫MC， 这比较可爱，这个刚刚的男生，然后他是年轻人其中最有名的男的歌手，我觉得。他唱歌的。然后他唱的歌都是浪漫的那种，就是情歌。下次可以就是再来听一下他的歌也是怎么样的，对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是这样的，是不同个，不一样的人，长得好像哦，真的，有一点哦，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比较那个腼腆，对，韩系的样子，有点跟韩国人蛮像的，因为他眼睛会勾人。他你被勾到了吗？哎 ，sweet， 他旁边有飘爱心。对呀，他在那个韩国读书的人，他也是拍 YouTube 影片，对，然后蛮有。对，算也是蛮帅的，也是蛮有名的，就是这样。他是这是韩服吧？是吗？对，这个衣服的话，我们蒙古的衣服。这是蒙古的。因为他是跳舞的人，也是那个
dancer。我喜欢他这个花纹，好美啊！真的。对啊，我喜欢哎。啊，这个是蒙古的呢。很好看。然后这个上面的是就是他自己的那个 style。那个嘞，头巾嘞，也是吗？也是自己戴的。对，它是这种运动感的。它是也是 dancer，street dance。street dance 叫什么 ？street 就是街头艺人，算是这种。对，他拍的 vlog 也是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好，这种我们7个男生，刚刚的7个男生看完了，看不够，不够吗？哦，天哪 ，sorry， 我今天准备的是就这个TV的照片。忘记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已经选好我心中的这帅。我也选，好，好 ，OK。那我问一下一个问题：如果你们约会的话，你要跟谁一起约？我选你往下。那是你先，不跟你抢。我们应该不会看中同一个。这个。这是我要2个，是其中一个。fuck。好 ，OK， 它叫 Soyum。对 ，OK， Soyum 就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那你呢？再往下。这个。No。Yes。OK。我喜欢黑单眼皮的。3架 ，OK， 3架。我就喜欢这种的。他也是女朋友，有女朋友。好吧。那没关系。3架跟刚刚那个是谁？神用。OK， 神用我也是蛮喜欢的。这2个。神用有女朋友吗？应该有吧。安琪这么帅，对。安琪喜欢哪一个？我吗？我就以为是你不要问了。我想一想，我觉得他们都其实蛮不错的。不行，你要选一个。都很帅。比较喜欢。因为我是蒙古人啦，我就比较喜欢。砰！安琪喜欢怎么办？就是我好像是有3、4个人。也才7个而已。7个而已，对吧？这个这就是那个神用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神很帅。好吧，那我就也是要选小用跑了。不行啊，你不能。为什么？太强了。我觉得小用是其中最帅的人。他看起来蛮那个欧洲的样子嘛。对，然后你看又高，对吧？对啊，身体也是蛮好看。我觉得他的脸跟比例也很好。对，我觉得他跟那个俄罗斯人长得很像，就是我看他其他的照片，就是蛮好看。我等下给你们看。OK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还没结束了，还没结束吧？你们觉得蒙古男生帅吗？帅。那我们下次也是可以看蒙古美女。你们喜欢看蒙古美女还是看乌嘎很漂亮。欧卡是 No.1， 真的，欧卡超美的对，又很 sexy， 对吧？我喜欢。欧卡真的是很美，很厉害。她的头发也是蛮适合她。对啊，蛮好看的。欧卡什么都漂亮。对。那 OK 啊，都帅啊，对吧？对啊，都帅。今天的 winner 是小用跟三家。小用，你就说你跟那个小用说什么吗？就是 I love you。小用马上就下 YouTube 上面留言说 I love you too。下面留言 I love you。OK， 好呢，小用 call to my friend。OK， 打电话。这样其他会不会很伤心？不会啦，他们都很帅，其他也很帅，就是个人的，只是小用number one。对，坏都很帅。In my heart number one。好了，我们的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，蛮热了，看
handsome guys 就很热。人家说你是我的巧克力。Yummy。还有什么 ？Yummy。还有一个是什么 ？My sugar。还有一个是什么 Honey。Honey。所以不是他的 sugar。Sugar baby。韩国。sugar baby。会不会被骂？会他的女朋友就骂死，我觉得其他的女性也是骂死我们三个。这个女朋友。好吧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下次看，帅哥的影片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下次看他的 video， 可以吗？来点动态的。砰砰爱心爱心爱心，都爱心爱心爱心。我们可能全程一直这么一直叫。哦，叫你上叫你上！因为我发现我们跟拍上一部影片差很多，这一部很安静啊，发呆。有口水。这部很吵。对，好吧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Remember to subscribe and share, leave some comment. Thank you so much. OK， 按赞订阅，对，按赞订阅加分享享。 Good. OK， 谢谢。很帅的。好了，对啊，他很帅啊。他有女朋友。快快。OK， 而且又在流汗的。对呀，热死了，热死了。我们等一下一起抽3杯茶哦。OK， 好吗？不要打 pass。好，这个。手机，我每次用那个 mouse 边打你。OK， 好，好吧，算了 ，sorry。